国际新闻来关心泰国一间5星级的酒店发生一件真怪奇的死亡案件，有3个查甫、3个查某，计共6个人死亡。伫这现场内底是无烧歹分者，内底嘛毋是互抢劫，也毋过伫房间内的饮料，即马发现有可疑的物件，死者若亲像是去互偷死的。因为这间房间有7个人订房，毋过尾也敢若5个人来住，这一寡无合理也毋知的所在，也讲继续在追查。 这个死者被发现的时阵吐白泡，这是一个警官私下透露，当局为安排现场初步调查，认为可能遭到毒杀。มีความเป็นไปได้ว่าจะกระทำกันด้วยเกิดจากข้างในจะมีบุคคลไปซ่อนตัวอยู่หรือเข้าด้วยวิธีการใดเนี่ยทำจากข้างในดื่มจนหมดทุกแก้วแต่ว่ามีเศษเหมือนเศษอะไรอย่างตกค้างอยู่ก้นถ้วย 泰国首都曼谷爱鲁湾君悦饭店发生离奇死亡案件，过夜房价无照15退房时间退房，房务人员开门时阵发现尸体报警。警方表示，死亡时间超过24点钟。调查发现，死者内底干的一个人身躯有空喙，可能是跋倒；有2人死者好亲像要向门口靠山顶当煞白付。甲客房服务店的饮料内底发现可疑物质，甲死者 DNA， 疫境内底有茶能量饮料甲旁边拢用开放式容器底。 有7个人订房，敢若有5个人咧住，也有1个人下落不明。死者当中1个人甲饭店柜台登记身份无符合。บุคคลที่7ไม่มีถามว่าอะไรคือมูลเหตุจูงใจในครั้งนี้ 这死者拢是越南籍，不过其中2人是美国公民身份。总理赛塔到现场了解情形，美国国务院犯人未乐表示已经接到相关通报，有关美国公民伫海外死亡，驻台官员有责任将下案情告判定死刑，双方会保持密切联络。公司新闻。